Hello， 大家好，又嚟到花旗財富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啦。我係陳樂瑤，今日係2026年4月1號。上週中東地緣政治衝突繼續主導環球股市嘅情緒，市場對聯儲局等部分主流央行利率預期更為鷹派，債價下跌，美股表現亦都相對動盪。標普500指數連續5個星期下跌。VIX 波動指數更加升至30以上嘅水平，但係隨住特朗普喺星期二釋出局勢降溫嘅言論，標指喺星期二收市亦都迅速反彈大概3%。由於地緣政治風險令到債券嘅息差擴大，例如2年期美國短期國債收益率最高曾經升到去大概4%，收益率更加具吸引力。我哋建議投資者可以留意美國短期國債，若果中東衝突持續而加劇風險資產嘅下行壓力，令到衰退風險升溫，預料短至中年期嘅美國國債將可以發揮避險嘅作用。但若果衝突迅速解決，則會有助抑制美國核心通脹嘅上行風險，從而令到市場對於聯儲局減息預期再次升溫。中東衝突升級或者降溫，似乎都會有利短至中年期美國國債嘅表現。根據往績，當股市波動率抽升嘅時候，均為吸納優質資產嘅良機。我哋仍然偏好美國大型股，因為美國大型股嘅盈利基本因素仍然最強，盈利修訂預測嘅趨勢亦都顯著好過歐洲同埋美國小型股。值得注意嘅係，由於中東局勢發展，令到市場對聯儲局由減息預期轉為加息預期，金融狀況收緊，令到美國銀行股年初至3月份下跌接近12%。但係中東局勢降溫以及美國就業市場轉弱，或者令到市場重拾減息預期。美國貨幣監理處、聯儲局同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公佈為咗簡化放寬多項資本要求嘅修訂提案。新嘅修訂提案或者令到美國第一類同埋第二類銀行嘅普通股權一級資本要求下降4.8%，主要源於重修針對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嘅資本要求。若果最終通過，或者可以簡化美國銀行業用於監管嘅計算要求，以及釋出額外嘅資本，或者可以提振美國嘅銀行業表現。今集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嚟到呢度，下次再見，拜拜。